要讲的题目是伏流水。咱中南部今年考旱真严重，中部地区伫4月初6开始限水，真加在高雄地区到呾4月16日拢还无限水。看新闻报道，3月28日，行政院苏院长去到高屏溪视察伏流水工程，才知影是伏流水来救援，才有真稳定佮正常的用水。即时想起台劳会高雄人武分会伫2018年举办台湾盒，除了有台语语文议题，佮有生态环境议题，特别有水资源佮伏流水议题，是我头一摆认捌伏流水。遐时着亲像手机甲影像翕条伫头壳内，到即马还是遐尼清佮遐尼明。济长期关心高屏地区环境甲水资源问题的社团，真早就咧推测伏流水，济人走踪，互公部门放弃起水库的老步数，看起来不只有效率。伏流水施工伫2015年开始规划，到呾6冬就有遮好的成果。这几十冬来，咱台湾气候变化真无稳定，特别是中南部，定定拢爱等风台才有雨水。毋过风台来，阁引起水崩山，毋领有灾害，水库阁互土石积大，变甲愈来愈浅。古早人讲，登山填海了皇宫，即马是用大车清水库沙石，共款了皇宫，阁开真济钱，真无彩。台湾的溪水无算真长，又阁山算悬阁cao，安尼雨水真紧就流入大海，真济宝贵的水拢拍算去，真无彩。毋过，亲像有一出电影的Small Soldier 的话讲，目睭看袂到的，毋是着讲无存在。雨落落来，会慢慢仔，搁慢慢仔倒入去溪流的地下，安尼，亲像有一块比水库较大几若倍的海绵，甲遮个溪流下面的水含咧。遮个水阁经过沙石过滤，才做真清气的水，真是地下的宝藏。伏流水是按英文 underflow water 翻译的华语，意思是溪流下面的水，甲 underground water 的地下水是无相共。咱台语就写甲号做伏流水。若要讲伏流水，定着爱讲到98冬前日治时期，1923年，日本技师托里伊夫希伫屏东来义乡那边乡规划甲完成的二峰圳。屏东科技大学丁特殊教授，会使讲是长期研究二峰圳的头一人。丁教授真认真研究原理，嘛画出构造的图样。伏流水甲抽地下水是无共款。
抽地下水会造成地层泄漏。伏流水是伫溪流下面沙石层起造一条长长的水道，来收集溪水，渡过沙石层，过滤的清气水，了后送去水厂。安尼，毋仅时间短，溪面的溪水阁会当照常流动，成做活水。又阁风台也是做大水，甲溪水变甲足落甲亲像落古糜。安尼溪面的水就袂当使用。毋过伏流水是经过溪流下面沙石层过滤，又原有清清气气的水会当使用。安尼算起来，伏流水有几项优点：第一，毋免起水库，就袂影响生态环境，又阁时间期短。第二，袂有超抽地下水的问题。第三，袂有大风大雨影响用水的问题。伏流水伫欧洲已经施行足久，亲像瑞典有80%啉的水是用伏流水，法国嘛有50%，咱台湾人规栋啊，就有可汗，在拢是考验。即摆有真好的契机，爱有新思维，才会当渡过难关，找出会当久长佮稳定的水。水利署嘛真甘心伫大树区伏流水抽水站khu位有做伏流水公园，互民众看会到，嘛摸会到，才袂有误解，会当了解关心水的可贵。感谢济人的拍拼甲付出，咱嘛爱关心认捌咱的生命溪流。好啦，这有解不着呢。